民间团体当然进行罢免家人市长谢国良，这第二阶段连署的时间特别到啊，那会超过标准，也有可能会超过35000份。就国民党立委提案讲要修法，把这罢免的标准有复权，就爱经历这罢免同意票数，就爱超过迄当时选调的票数。外界拢认为讲这是伫咧解救谢国良。 专程刚刚从台北我搭计程车过来，没有看到一个可以让我说服到他是一个让我一个认同的一个市长。民众亲身来送连署书，是用行动来表达大力感天。公民团体山海公民铁量行动推动罢免家人市长谢国良。第二阶段连署顶礼拜六统计都已经到28000份，离上少的30792份的条件真紧啊。民团讲有信心到目标，但希望冲超过35000。 算上安全值的关系，就可能会因为体检错误之类的被选委会剔除，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可以收集到35000到40000份这个区间。罢免谢国良的行动搁在持续，市府回应讲，同款会专心拼市政。但国民党立委柯武真提案修正选罢法，要提悬罢免的条件，嘛互看作是要替谢国良来解套。不过那也解释讲，如果修法完成，谢国良的罢免案嘛已经完成投票，无解套的问题。讲是即马罢免的条件偏低，才要修法。 这个制度本身就是有缺陷的，选罢法用这么低的门槛，可以让这个罢免一个民意代表，甚至一个民选首长成案，甚至成功。 现行的选罢法和那亚的版本来比，现行第75条讲到就职还未满1年的未当罢免，但是那亚的版本想要加未当做罢免的提议和人数。现行第90条是罢免有效的同意票数比无同意的较侪，而且同意票数是到原选举区选举人总数的1/4以上就通过。但是那亚的版本是主张前列同意票数必须超过被罢免人当选的得票数。不过立委批评这引起民意的不满，民众党主席郭文泰嘛表态讲，面对 那亚的修法，罢免的门槛不要动，但是这个发动罢免的这个程序应当要严谨，更重要要一致。罢免门槛越修越高，越修越高，希望用这样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话，这个只会引起民意更大的反扑。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18日7月初3举行修法的公听会，委员会7月初4就会对柯武真版本的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修正草案一条一条来审查。那也希望在7月16日休会进前完成委员会的审查。记者综合报道。